乌金，你叫是无？你认为乌金嘛袂讲哦。啊，讲伊倒来东山嘞，莫来干。干！这就是奴化，这是奴性，奴化。你这个就是奴性，奴化。你这样的想法也是资本主义下的加害者，知不知道？我袂干哦，莫袂讲哦，民进党的钱较济，你倒一个时空来，我都唔知。你去查，即摆有较济，你摕政府互我，莫伫遐干。还简单，迄间钱配数哦，迄间钱配数，迄间东山配数哦，迄也毋干，东山的配数啊，恁当地开20万是恁当地的问题。干，我有20万，我敢要摕钞咯，好看哦。干。莫遐干啊！莫遐干啊！啊，毋是啊，迄甲东山啥关系？你甲我讲。你看我。你嘛甲我讲是跟甲东山有关系？是啊。哦，我即摆个啊，相信对我毋够稳定哦。食加做钱，你真正想法咯。袂记啊，证据嘞，来啊，证据来啊，资料摕出来，资料摕出来，干！紧诶，紧你老，人民个200万人诶人民，佫会带黄金的，稻苗拢袂付啊，佫带黄金，好坑哦！我偷想嘛知影，袂死你！输了啦，莫摕着我民国课本啦。什么无理傻笑？无理傻笑？哎干！
进骨的啦，进骨的。靠本声啥你有姓啥？你敢真正是同温层的？你懒教程吗？Don't screw with me. 讲的物件啊，搞我废死哦！讲的物件搞我废死哦！中华文化，中国物件去中国啦，莫去来台湾啦，干！白痴哦，迄两回事啊！我是有讲同温层，我是有讲同温层文献呢啊！我是讲同温层怀疑这个代志，妈咧干！啊！你讲你课本是讲啥就是？你是你白痴啊？我白痴啊？啊！奇怪，头壳袂想呢啊！啊！你你这款人，佮搬课本哦！你安尼人，佮会搬课本？我实在你到即马，你佮想要反串？哦！实在几啊单，佮想要反串？啊，白痴诶！啥讲啊？袂使讨论，你甲我讲的就是讨论啊！大家拢干迄有诶无诶，你嘛毋是头一摆讲这个代志。我毋知影你爱互我进去啊，所以即摆你讲80几当前，你即摆应该算我是算70当啊，70当前，中国国民党带了中国的黄金来台湾，到即摆还开袂了就对啊，来甲我屁事哦！在座知影金钱的运作，拢知影金钱是由笑无所来，安尼敢有意义？嘛无意义啊！迄黄金是会当食呢啊！Hey, does that work? Copy. We can communicate within the village. 啊，这下，我起了。哦，这台算简单，太简单咱应该有一个狂粉的袂爽。
What are you doing in this village anyway? I don't understand. 对啊，所以 What 啊， you 那 mean? 民进党的东山比国民党较济，即马爱我进股啊！ There it is. Help me! Where's Melissa. Sam? He's there, isn't he? Melissa, is that you? Where could she be? 需要，所以你讲，伊会当得过政府的追查、司法机构的追查，然后去砍掉讲伊东山比 Looks like Bella. 国民党 She's 较济。 alive! The Irasbury Church. You know where this is? Yes, it looks just like the You guys are church going on. built in Colorado. It's just down the road. That way. I have a few things I must 你 take 是 care 对 of. 规个司 Let's 法 go. 正义 Okay. 呢 Thanks？for all your help. We'll make it through this. Don't give up hope. 你讲这意思？你讲这意思？ Kiboka. 你是对这规个司法正义呢？啊来啊，这个你要进股来啊！啊靠呗！哦，对，骑上去装设叫不行，你头坑你哦！这会使假困无假困呢？我即摆敢讲，我一定投民进党。啊，你想办法？你录影啦！迄个我有帮你上传 YouTube 啊，我会伫咱的同温层大肆宣扬，好无？欢迎加欢迎，我就甲你讲，但是我即个点毋是贿选即个代志啊，我即个点是东山即个代志啊。你大概选举，那两当选一届，你摕到的钱敢会比国民党的东山较济？你会记哦，国民党的东山是伊会去算的哦。好啦，假设，OK，咱摕计算机算一下。好呀，啊，无毋对啊！啊，问题是你即摆你是指司法机构拢无去查呢？即摆就有一个公开的东山的表，会当互你看到啊！啊，你啊，佮我讲民进党的东山较济，你安尼你家己去算，迄差偌济？靠腰。啊，外物。
久。唉，东山，找东山。来，这位找，这位找。啊，毋是啊，你安尼就混过去谈啊，而且过选即个代志啊，两边拢有啦。你安尼都无？所以重点是这啊，但问题是贿选两边拢有，东山谁较济？安尼就合理啊嘛，对无？我这论点应该就是。很多是比你多啊，像较济嘛，是。2000万呢还是？像啦，哎呀像红杂条两时段，民进党啊。你嘛大说，你嘛行大新闻，你是？而且你叫是逐个人拢会摊哦，迄是固定几个啦，哪有可能全部拢摊？郑清下前立委，哦，徐耀明哎。
徐有明诶，靠呗，真可怜。刘浩虎，像赵振宇，像啊，赵振宇像啊，赵振宇，不记得，真可怜。而且吼，你想哦，即摆政府是，即摆的政府是民进党，伊爱个掠济呢，表示讲伊核心价值毋是贪啊，毋是会贪啊，敢毋是？这合理啊！你看过去国民党贪了偌济，干人家？但是也是事实啊，伊贪也是事实啊，敢毋对？啊无你著爱你著爱找出一个，国民党嘛有贪污的案例，然后是国民党政府掠，你著爱找出这种物件，若无就无法度。那么你讲这就阴谋论啦。你看两边拢敢有共款拢有做即个代志，你才会使推论讲，哎呦，是毋是用切割派系啊？安尼。What is it you ask of me?我知啊。哦，我知你的意思。我知。有可能啊。哦，等，咱扯远了哈。你个理论是啥物？所以，来，贪污甲贿选佫无啥共。你甲客户贿选，所以你甲来，这逻辑是啥物？嘿，无毋对，但是问题是，你的重点是啥物啊？你的重点是啥物？好，即摆就两边拢有啊嘛。
啊，像倒一边赚的钱较济，